眼見小朋友身體毛病多多，校長決定重操舊業，懸壺濟世，順便等新一代小朋友搞清楚個 D。中醫乜東東？係噃，嚟緊三伏天，可以同佢做天灸噃。咩嘢天狗啊？天貓我就知，係天時個天，針灸個灸啊。針灸？媽媽，我唔想做箭豬啊！針還針，灸還灸，灸係用熱力刺激穴位，唔使用針㗎。吓，媽媽，我唔想做燒豬啊！乜嘢箭豬燒豬啫？中醫咁奇妙嘅經絡同穴位，你好似一啲認識都冇噃。我識，我知道有笑穴同死穴，一點中笑穴就笑唔停，一點中死穴就死得。你梗係睇古裝武俠片睇得多頂啦。中醫其實冇講乜嘢笑穴死穴，不過有啲穴位受到刺激，又係會痕痕癢癢，搞到人想笑；又有啲穴位特別危險，稍一不慎可能會引致意外受傷，所以要用到經絡穴位治療，一定要揾有專業資格嘅中醫師㗎。咁講咁耐，乜嘢係經絡同穴位啫？吓？好複雜噃。試下咁講，聯繫住我哋身體各個部分嘅，除咗心血管系統、神經系統啊咁，仲有一個隱形嘅網絡，係我哋中醫遠古時就已經發現嘅經絡。如果將我哋個身體比喻做一個地下城市，我哋嘅五臟六腑、皮肉、筋骨就好似唔同嘅區域，連接住佢哋嘅道路就係經絡。經係主要幹道，絡係分支小路，跟住就有一架架嘅貨車來來往往去到唔同嘅區域。貨車運載嘅就係中醫講嘅氣血，有啲抽象，我哋就想象係一啲維持身體生命活動嘅重要資源同動力來源。就好似我哋講過幾次嘅正氣，都係經呢個網絡響我哋身體循行。地下城市原來好似地下鐵路咁，響地面有好多入口㗎噃。呢啲入口就係穴位，穴位響我哋身體嘅表面，透過經絡連接到我哋裏面嘅臟腑。佢亦有少少似個控制中心，可以控制車輛嘅流向同流量。好啦，遇啱車禍或者塞車，城市一啲地方得唔到足夠嘅資源，運作失常，咁就即是病咗啦。聽到呢度明唔明啊？吓，小明，小明，小小明明。繼續講啦。針灸就係通過身體表面嘅穴位，俾翻身體適當嘅指示，令到經絡暢通翻。針就係用針吉入個穴位，再用唔同嘅手法，例如轉下轉下，刺激穴位，達到補正氣、攝邪氣以及疏通經氣嘅效果。至於灸就係用熱力去刺激，最常見嘅係點着艾條響穴位上邊燙燙下。又或者將一細堆細堆嘅艾絨放響穴位上邊燒，達到散寒同溫通經脈嘅效果。哇，咁仲得了嘅？放心啦，針又好，灸又好，比起打針，其實都舒服好多。係咪㗎？啊，除咗用針吉、用火灸之外，穴位治療仲可以係指壓、推拿以及氣功。啊，係呀。正話講天灸呢，都唔使用火，只要響身上幾個穴位貼上有溫熱藥性嘅膏藥，再借助三伏天氣特別熱嗰幾日，就可以幫小朋友提升正氣，預防疾病噶啦。連個天都幫埋手，有冇咁神奇啊？試下咪知咯。吓，試唔試？你自己決定啦。
我自己。咦，麥兜，你好似冇屙爛壁好耐咯噃。梗係，我3伏天響嗰啲穴位度辣啲正氣去啲腸胃度，咁啲正氣好勁，咪撳翻實啲寒濕屎咯。咩啊？都唔知你噏乜東東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乜東東，所以一定要翻睇多次。中